青少年的心肠，互因伫这个青少年的时期，因为认捌主，互因的生命有盼望，互因的生命有平安，互因的心有喜乐。也愿主你透过今仔早起时的话语，也搁一届真做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赞。愿主你亲自来引带、来保守，献上阮的感谢以及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是青少年的时光主日，所以今仔所有的服侍第一堂到第二堂对头到尾，拢交互这个青少年来带咱做伙服侍。所以既咱教会有特别有三个是用这种群体的方式在做礼拜。第一个是咱的青少年主日，然后咱有儿童主日，然后咱阁有一个上年主日。所以咱看见为上细汉的到伫上年长的，咱拢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但是咱拢共款在敬拜同一位上帝。互咱看见伫无共世代中，咱做伙敬拜；伫无共的世界中，咱做伙合一，做伙来回应主的美好的恩典。今仔要和大家做伙来思考，嘛做伙来分享一段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要和大家做伙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“要交予后一代的书”。伫今年年初的时阵，有一个这个基督教方中因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。伫这个今年开会的时阵，嘛有和大家分享遮的一寡的数字。当然，遮个数字可能看起来真小真细，但是这个数字、这个调查，伊特别为这两档，伊有一个非常对所有的教会有一个调查，然后特别伫青少年这个阶段、儿童这个阶段，伊有做一寡分析。伊嘛为2017年一直到伫2022年，到伫2024年，因伫无同的阶段，伊嘛有无共款的一寡分析。伫这个分析内面，伊看到一个代志，伊讲当这个调查，伊显示一个物件是全台湾伫2017年差不多要我10当前的时，迄个时阵全部的儿童主日学大概有10万人，大概有10万人的儿童。每一个年龄层，就是可能1年、2年、3年，大部可能平均有1.7万的遮个儿童。但是到伫2022年，就是当过5档，可能国小1年，伊原本应该要升到伫国中的时，也是讲原本国中伊要继续升到伫高中，也是大学的时，却剩5万外人。所以你通想，原本每一个年龄层可能要有要活2万人，但是到伫5档了后，因应该要变做是青少年的时，却减少非常多。特别伊调查为2022年，差不多疫情要结束迄个阶段，一直到伫2档前2024年，教会青少年对5万外人一直降到47000外人，所以这2档降了要10%的人数。所以换这个调查伊讲，换句话说，伫2档每10个青少年都有一个无去啊。但是搁为较头前看，我讲2017年的时阵，遮个儿童因到伫青少年的时阵，因都无去啊。原本可能细汉的时，游玩伫儿童主日学，每一个礼拜拢伫遮唱歌、听故事，伫遮真好的学习。但是到伫青少年阶段，开始有无共款的代志爱去面对。可能是这个功课的压力，可能是朋友人际的关系，也是有无共款的诱惑，直到无法度继续伫教会的生活，直到因爱选择去行往伫这个世界。所以这真正是值得咱来思考，这真正是咱值得来思考，伫规个这个教会，特别伫信仰内面，遮个青少年到底去对？甚至咱嘛思考，当咱看见咱阁有遮个青少年伫咱的教会伫遮出入的时阵，咱爱安怎来继续帮助因？爱安怎来继续互因？伫后来阁过5档、过10档，还是甚至阁过20档的时阵，因犹原继续坚守着这个信仰。我拢甲因讲声像讲，今年是富强的50周年。但是当阁过50年，富强100的时阵，我讲我可能已经无伫咧啊，但是应该拢阁伫咧。应该拢搁伫咧。我富强100的时阵，恁爱诚做是咧上臃肿的迄群。富强100的时阵，你爱诚做是上臃肿的迄群。
所以咱来想，当咱阁有这群青少年伫咱的教会，甚至伫咱的家庭的内面，咱安怎继续帮助因，继续引带因，互因真正一生中拢来军队伫主。其实毋若伫台湾发现这款的现象，咱在伫韩国，咱的印象中韩国因的基督徒的比率是真悬的。咱看见韩国的教会拢真侪大型的教会，但是实际上韩国的教会嘛开始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侪青少年开始流失啦，侪青少年开始离开伫教会。伫这几年韩国开始产生一个新的文化，因叫做哈佛，毋是去读哈佛大学，是侪青少年开始行去佛教。其实伫这个韩国的首都首尔，因每一档其实因拢有办一个佛教的博览会。今年的佛教的这个展览会，侪青少年去参加。大部分因统计去参加这个佛教的这个博览会，大概有80%是青少年，就是差不多20岁左右的，有80%去参加。但是因去调查讲，为啥这个青少年伊想要去参加这个博览会？其实嘛看见讲，这个青少年伫韩国，因其实压力嘛足大的，因的课业的压力。也是甚至讲20几岁要30岁，因的工作压力其实嘛拢足大的。所以其实因走去佛教的时阵，因发现讲哇，迄个佛教有修行，迄个佛教有那个会当安静打禅。因发现讲，走去遐敢若嘛袂歹，遐敢若会当安静着心灵，走去遐敢若会当找着另外一个帮助。所以你发现其实这个少年的这个青少年的时代，也是咱讲社青这个时代。虽然讲即摆选择真侪，即摆看起来非常的条件拢非常的好，但是实际上真侪人心是真空虚的，一直在找一个方向，一直在找一个目标，互因真正心会当安定落来。所以这互咱来搁转过来今仔经文来思考。今仔诗篇78篇，这是一个教示的诗歌，一个教示的诗篇。这个作者伊透过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伊提醒这百姓唔通袂记哩上帝的作为。其实诗篇78篇非常的长，咱今仔只有看这个诗篇78篇的头前第7节的经文尔。这个经文非常的长，但是这篇的经文伊是咧提醒这百姓唔通袂记哩讲过去发生什么代志。伊在提醒这百姓，不断去讲这个故事，不断的将这个信仰的故事继续讲落去。所以伫这段经文，其实嘛，伊不断的强调，毋那是咱对后一个世代爱讲出，互因帮助因去听上帝的话，互因会当去讲出上帝的作为，毋通互因去见证上帝的真实。其实嘛是咧鼓励咱教会中每一个世代，咱拢做伙咧学习这个功课。因为这是每一个世代，当咱拢做伙学习这个功课，当咱教会每一个世代，咱拢做伙经验的时阵，我相信这一定会伫咱的教会真做是一个真好属灵的文化。伫每一个世代，咱拢不断的分享；伫每一个世代，咱拢不断来互相来影响。所以重要的毋是讲青少年敢有来到伫教会。是当这青少年来到伫教会的时阵，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敢有愿继续听见上帝的作为，敢有听见上帝的话语，敢有继续见证着上帝的真实。所以这毋若是这个青少年因伫遮做伙学习，其实嘛是咱做伙，咱的兄弟姊妹教会做伙学习，咱嘛做伙帮助，互因伫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时代、这个时期，互因做伙嘛来经验着上帝的话语，看见上帝的作为，也见证着上帝的真实。所以要透过这段经文，互咱做伙来思考教会的青少年事工，也来做伙分享，伫咱教会中每一个世代，咱做伙会当来回应的。第一个就是咱要交互后一代，是爱有互因有一个会当听到上帝的性命。咱要交互后一代是啥物？是要互因会当有聆听上帝的上帝话语的生命。好，所以倒要讲到的是，这个青少年时期，毋那是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，是互因的生命能透过信仰起做重要的时刻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先帮助因，互因会当听见着上帝的声，互因会当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生命的能力。伫到头前的经文第78章第1节，伊就先讲，伊讲我的百姓，恁着爱听我的教示。恁爱听我所讲的话。这个诗人伊安尼甲遮的以色列百姓安尼讲，你着爱听我的教示。这个听，也是咱用另外一个版本，有一寡翻译叫做中文的版本，伊翻译叫做留心听。其实不论是听，
还是这个留心听，拢是伫原文的希伯来文，伊叫做什嘛，就是听的意思。所以以色列人伊常常咧讲，恁爱听，恁爱听上帝的话，听上帝的教示。这个意义毋那是只有听尔，毋是只有耳孔讲听着谁讲话，听着谁的声音。这个听伊个有一个更较深的意思，伊包含顺服、接受，然后回应。听毋是讲啊，我这边听，这边出来，这个叫听。听有一个较深的意思，伊包含爱顺服，包含爱接受，伊也包含爱去回应。所以，这个作者，这个诗人阿萨伊咧讲爱传承，要交后一代什么代志以前，伊先呼召这百姓啊，先做一项代志，做什么代志？爱先听，爱先了解上帝的话安怎伫讲啊。因为若无真正将上帝话放伫生命来更新，无法度对生命有真实的影响啊。其实真啊，即摆这个世界，每一工拢咧发出声音。当咱摕出手机仔的时阵，你看遮的演算法，手机仔遮的社群媒体，伊拢咧发声，伊拢咧出声，拢互咱看见无共款的声音。伊嘛咧塑造每一个世代，特别塑造遮的青少年遮的世代。所以问题毋是讲，这青少年敢有在听，是因怎啊在听谁讲话？即摆因的心在听的是啥物？其实每一工拢在听足侪话，听足侪声音，透过无共款的方式进入到因的生命。重点毋是讲因敢有在听，是因在听啥物声音。伫今年提摩太牧区。阮伫每一季，阮拢有定无共款的目标，就是要来帮助遮个青少年，因真正会当来含主一个非常好的信仰的即个建立的关系。所以特别伫今年阮提摩太牧区青少年遮个事工，今年阮定了一个主题，所以阮教会伫50周年有一个，嘛是有主题有意向。但是伫青少年牧区，我嘛甲讲，今年咱有一个主题，就是咱对听开始，对心出发。所以伫第一季的时阵，1月到第3月，阮一直咧做一项代志，就是读经，就是祈祷。每一届聚会的时阵，我鼓励因爱纸本的圣经来参与聚会。当然手机也真方便啊，但是纸本的圣经你会当记录。纸本的圣经，你会当真做是你每一届你信仰的回应啊。所以伫今年的头3个月，阮将遮个青少年每一届聚会的时阵听分享，你爱摕你的圣经；小组的时阵，你爱摕圣经出来读，你爱摕出来祈祷，真正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中，真正将遮个话听到伫你的生命内面。所以即马。佫一届，互咱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信仰毋是只有单纯一个知识的传达了，毋是讲啊，你着爱听即个圣经安怎讲，你着爱听讲即个安怎教示，是一个生命的塑造，是一个生命的塑造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塑造，是一个伫真理的根基所起造生命的塑造。所以咱要互后一代的是啥物？是帮助因，互因继续听见着上帝的声，互因听见着真理的声。若是咱要互后一代，其实这嘛是教会中每一个世代，咱咧继续培养、继续塑造、继续建立的能力，就是咱的教会敢有继续用上帝的话真做是中心。咱敢有继续用上帝的话来真做是咱的中心。后一代所需要的，毋是遮侪的资讯，毋是遮侪媒体，更较重要是因需要真理。因需要上帝话伫因的心上。第二位含，所以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31节，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的牧者。”耶稣讲：“我会羊认捌我的声，我会羊听我的声音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嘛认捌因，因嘛跟对我。”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的牧者，我会羊听我的声音。我会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得因，因嘛跟对我。”所以，咱要后一代是啥物？帮助因，引带因。互因继续培养一个听上帝话语的这个能力、这个生命。第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咱要互教后一代是会当继续互因经历着上帝的作为。咱要后一代是互因继续会当经历着上帝的作为。
伫倒来经文第40伊安尼讲，咱无用咱的子孙隐瞒遮的代志，咱要用后一代来说明上主所做美好的代志，伊的权能一切奇妙会作为。咱无用后一代隐瞒遮的代志，咱要用后一代说明上主奇妙的作为。伫即个经文内面，伊讲咱用后一代说明。伫台语的版本，伊是讲传，是讲传。其实无论是传说明，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咧讲宣告，也是讲传扬的意思。但是伊佫有另外一个无共款的解说，伊会当解说啥？叫做诉讼。伊会当工作叫做诉讼。所以伊这段经文其实咧讲啥？因为若是讲，咱着爱传上帝的作为，咱毋若讲上帝的故事，咱嘛教导咱的后一代诉讼上帝的恩典有偌济啊！咱嘛教导咱的后一代讲，安怎用咱的上帝献上感谢？安怎用咱的后一代讲，看见上帝每一天会带领，每一天会作为。所以，咱要帮助因的，互因通了解，也继续知影讲，哇，原来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。圣经的故事，毋若是只有隐瞒起来，也是讲停留伫某一个时刻。咱拢有一个责任，是对后世代不断去讲上帝的恩典甲作为。今年是咱富阳教会50周年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经历的是无共款年代的富阳教会。有人可能伫富阳教会一开始设立的时阵就伫咧，有人可能伫10周年的时阵加入，20周年加入，30周年加入，40周年加入。可能嘛有兄弟姊妹，你是伫今年50周年才加入伫咱的富阳教会。但是，咱加入伫这个富阳教会，这个信仰的大群体，我想咱拢有无共款的经历，咱拢有无共款伫遮所领受恩典的这个记号，所以咱拢有责任继续往后一个世代，咱有责任为后一个世代继续讲遮的故事啊，互因通了解讲哇，上帝安怎带领，上帝安怎互咱经历遮的代志，直到互因通了解的时阵，就知哇，原来上帝伫过去带领。现在带领，互有一个更较确信的是，我嘛有一个愿望，未来我的生命嘛要安尼去经历着上帝的作为。今年50周年，咱教会要准备嘛要出版一个咱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刊物，所以我嘛去整理一下，伫咱的提摩太牧区到伫头前青少年的团契，伊是安怎改变的，伊是安怎转型的。这是伫去年底，我嘛有分享互遮的提摩太牧区的青年，互因看。伫咱教会青少年安怎开始的？是伫1976年，迄个时阵教会要开始开设，然后咱就成立一个课辅班，成立一个自修室。特别是到咱第一代的这个礼拜堂起好的时阵，就有特别建立着这个自修室，互侪附近的青少年来到伫这个所在。伫遮读册，伫遮做伙生活，然后慢慢成立，到伫1982年，青少年团契就成立啊。就因为遮一开始有遮的青少年伫遮做伙读册，伫遮做伙生活，做伙伫遮扶持，然后就成立青少年团契。伫1982年，这个青少年团契，到伫这个2000年的初期，遮的青少年因真做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份子。到伫即马。嘛是有侪当时的青少年，犹原伫服侍，犹原伫教会伫参与。到伫2014年，教会时有一个转型，有一个转变，就是咱从遮的牧区开始遮的团契开始转做是牧区，迄个时阵就成立变做即马的提摩太牧区。然后咱知前几冬咱拄着一个疫情，毋若是伫青少年影响，伫咱即个礼拜的时阵，大长的礼拜嘛是有受到真大的影响。但是到伫即个疫情了后，到伫即马2025年、2022年，佮慢慢遮青少年佮慢慢伫教会出力，慢慢伫教会来接受服侍。所以咱看见这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故事，咱看见着上帝恩典的故事啊！这是一个上帝恩典的故事，上帝带领的故事。伫咱教会中，青少年因是安怎成长的？因是安怎伫遮接受装备？因是安怎伫遮接受帮助的？所以，咱教互后一代的，咱教互后一代，也是伫咱家己厝内，咱有青少年，咱的家族内面有青少年，咱敢有继续甲因讲遮上帝的作为，
讲上帝的故事，讲咱家族内面上帝安怎引带，上帝安怎伫咱的家族内面充满着祝福。我相信，当这个故事来讲，互这个青少年听，若是因会受到激励，咱家己讲的人嘛，搁一摆受到非常大的鼓励，因为搁一摆回顾，搁一摆看见上帝安怎来带领。有一个美国的诗人，伊叫玛雅 Angelou， 伊讲可能人会袂记你所讲的话，袂记你做过的代志，但是伊绝对袂记你捌带互因的感觉。人可能有一天会慢慢袂记你讲啊，我这人讲过啥物话，这人可能做过啥物代志，但是伊却袂记你讲哇，这个人伫这个我成长的过程，伫我参与伫教会的生活，伊安怎帮助我，伊安怎甲我，互我看见上帝的见证，安怎互我看见上帝的疼，来显明，互我伫我的心上来不断，互我来经验着。所以这是咱嘛会当交互后一代的代志，就是互因来看见着上帝的故事、上帝的作为、上帝的见证是不断一直在运行的，一定在不断在彰显的。第三个伫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，这个提摩太伊阿嬷伊的妈妈，这个保罗写互伊的批信，伊讲伊有一个纯真的信心，是对来对伊的阿嬷。对伊的妈妈，因为有迄种信心，所以保罗讲，我相信因的信心嘛伫提摩太内面。保罗讲，因为你阿嬷、你的妈妈、你的家族的信心，所经历着上帝的作为，所以嘛，因为安尼递到这个提摩太，伊嘛有这款的信心，伊嘛有这款的经历，所以这是第二咱会当交互后一代的代志，其实嘛是咱的教会逐世代咱不断爱见证的。最后一个，咱爱交后一代，是爱互因有一个倚靠上帝的愿望。咱爱互因有一个倚靠上帝的愿望。伫最后这个经文第78篇的第7节，伊讲安尼，伊嘛会信靠上帝，袂记哩伊的作为，永远遵守伊的诫命。伊讲安尼，因会倚靠上帝，袂记记伊的作为，永远遵守伊的诫命。这个中文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但是当咱看下本的时阵，伊就是安尼翻译。伊讲好让他们仰望上帝。拄啊，咱的这个读圣经的同学佩安，伊所读的这个台语版本，伊就讲，因通将愿望放伫上帝，因将愿望放伫上帝。所以这段经文，互咱搁一摆来思考，咱要互后一代是啥物？是帮助互因有一个倚靠上帝的愿望啊！在伫头前我讲，其实这个世代一个青少年，因无欠缺选择啊，伊其实无欠缺选择，有足侪选择，有足侪的答案在互因，但是因真正慢慢真正要欠缺是啥物？因的身份的认同，因生命真实的方向，甚至是因的愿望要放伫啥物所在？这个世界教导因讲，因爱仰望啥物？这个世界教导因讲，因爱仰望成绩。这个世界教导因讲爱仰望网络上的流量。这个世界教导因讲爱仰望的叫做成功。这个世界教导因的叫做爱仰望的叫做钱财。但是伫圣经的教导，伊讲爱将仰望、将愿望放伫上帝。这个世代有侪互人仰望的对象。这个世代有侪互人仰望的对象，嘛无欠缺无共款的选择，但是真正欠缺是迄个真实的方向，欠缺是迄个生命的愿望。虽讲咱真正了解即摆科技真正是非常方便、非常便利，要得到啥物真紧就得到，要查到啥物资料真紧就查到。特别咱来思考，以前咱若要找资料，咱就爱去问人，咱爱去看册。10当前，咱会讲咱用 Google， 但是咱用 Google 的时阵，伊会走出足侪网站，你可能该一个去找。即摆毋是啊，即摆拢讲用啥？我用 AI 啊 ，AI 连找拢毋免找啊，伊全部拢互你啊。所以这个世界拢甲伊讲的是啥？爱成功啊，流量，爱真直接。爱真快速，
但是伫这个快速变动的过程，有时阵就失去了什么才是真正我爱，什么才是真正我会当将愿望、将我的性命放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其实青年时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，毋是讲只有讲招一群青少年因伫遮哇真欢喜，伫遮做活动，伫遮做伙拍球，做伙运动，伫遮做伙分享因喜的代志。毋是讲阮着找一群青少年伫遮就好啊。更较重要是要帮助因一生来跟对上帝，而且是真正是找无方向的时阵，找无愿望的时阵，因会当不断转到伫上帝的面前。咱愿望毋是讲有真侪青少年伫遮，咱更较愿望的是帮助因一生拢跟对上帝，互因真正伫上帝的带领内面，互因的仰望是伫上帝，因的愿望是放伫上帝遐。所以伫耶利米书第1章第17章第7节，伊讲专心信靠我上主的，这款人偌尼啊有福气。耶利米书17章第7节，伊讲爱专心信靠我上主的，这款人偌尼啊有福气。这种期待，伫阮的牧区啊一直期待，其实这嘛是对青年时间的期待。咱叫做提摩太牧区，就是要建立一个毋通互别人轻看你少年的一个牧区的文化。阮确信，阮每一个伫遮服侍的同工，阮拢确信一项代志。我相信这嘛是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所相信的，就是这个青少年每一个拢是上帝伊特别的创造，伊拢是上帝特别美好，而且是伊有独一非常特别伊的性命，互每一项伫遮拢会当有发挥因的恩赐，伫遮因会当来委身慢慢学习，甚至伫任何的所在，因拢会当带出着因性命的影响力。我嘛期待伫咱教会的每一个青少年，伊会当真正培养一个用耶稣基督信仰做根基的一个群体，伫真理内面会当定根伫真理，互因的性命慢慢的成熟，互每一个青少年伫因的性命内面，真正热情踏步来敬拜，互因的灵命、因的性命得到更新成长，互因真正是甲主结连，因的心身拢健康的基督的温度。但是我嘛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毋若是只有咱的青少年牧区遮的同工来引带因帮助因，我嘛邀请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关心遮的青少年因的性命的成长，特别是伫厝内面，阁有遮的青少年阶段，遮的学生的青少年，咱真正为因祈祷，咱嘛要不断邀请因转到伫上帝的面前。转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来倚靠伊，来仰望伊，互因的性命真正一生来跟对伫上帝，互因的一生真正是掠着上帝，互每一个世代拢伫这款的愿望内面，互每一个世代拢伫这款的信心内面，真正去见证着上帝的美好的作为。伫这2礼拜。当咱咧看新闻的时阵，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来到伫台湾，叫做黄仁勋。大家应该拢知影，伊来到伫台湾的时阵，因为伊看到台湾有真好的一个产业，伊看见到台湾有遮高科技的产业伫这个所在，所以伊来到伫台湾，伊含遮的头家，伊含遮的规个产业，因咧要来合作。当这个黄仁勋来的时阵，伊特别去参加一个电脑展。伊伫电脑展内面有一个演讲，伫这个演讲内面，伊后壁有一个真大的背板。伊这个背板呢有无共款的公司，有无共款的企业，嘛有无共款的这个合作的大学。但是更较特别的是，伊今年的背板后面有几间是食饭的店，伊伫内面有几间是啥物猪脚啦，啥物虎城的肉粽啦，有人伫咧讲生笑讲，哇，这个虎城的肉粽今年敢会食袂着，因为黄仁勋来一讲大家咱会拢走去买猪脚，走去买肉粽。但是咱
当咱看到这个时，看到这个伊咧讲的时，咱可能想讲哦，伊只是将伊爱食的放伫迄个顶面，伊只是将伊爱食的物件放伫顶面，看起来含这高科技的产业，含这 AI 的产业，含这大学，敢若无啥物关系。但是伊咧讲的是一项代志，伊咧讲的毋是只有一个产业链尔，伊咧讲的毋是只有一个产业链。就是上游的公司做啥物款的部分，中游的公司做啥物部分，下游的公司做啥物部分，然后结合起来。伊在讲的是一个生态系，伊在讲的是一个生态圈。你想一个高科技的产业，若无食饭的店，高科技产业遮的人才，伊要安怎食饭？伊要安怎生活？其实嘛无法度啊，其实嘛无法度啊。所以你看见。伊在讲诶，虽讲伊看敢是咧看 AI， 看一个未来，但是你看伊这个图诶后面，其实有包含非常侪无共款诶物件伫内面。伊所看到诶，伊所了解诶是，伊知，毋是只有上游诶厂商处理好，就等互后壁诶厂商，后壁诶厂商处理好，等互后壁诶厂商，只有一条产业链，大家做家己诶代志就好。伊在看的是为什么伊会选择来台湾？伊讲台湾有一个真水的生态系，毋是只有这高科技的物件，是有真侪无共款的文化，是有真正无共款的物件，互台湾遮的人民，互遮的产业会当做伙成长起来。其实咱的教会嘛爱咱的教会嘛爱真做是亲像这种熟龄的生态系，咱毋是真做是熟龄的产业链，就是青少年是青少年，儿童是儿童。某一个部分是某一个部分，是咱的教会应该是对每一个世代，咱的教会应该是对每一个群体，咱拢互相爱有影响，咱拢爱有互相爱伫这个所在做伙来建立上帝的教会，伫这个所在建立一个属灵的生态系。所以其实今日最后无说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当咱看见到这些青少年进来到咱的教会。当咱看见有遮个青少年，因这个年轻的时代，因就来到伫遮，咱爱安怎帮助因？咱爱安怎引传，互因真正建立到伫这个信仰的大的群体内面，互因建立到伫这个信仰，咱的教会的生态圈内面，毋是只有讲，这是青少年，这是儿童，这个是少年，这个是啥物？敢若是这个部分了，然后去后一个部分，这个部分了，然后去走去对。应该伊爱是一个互相影响、互相鼓励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合一，一个非常水、美好一代传过一代，每一个世代做伙伫遮经营、做伙生活、做伙服侍、做伙祈祷的一个水、美好的信仰群体。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也特别祝福伫遮的青少年，互因伫这个青年的世代。真正认捌上帝，伫青年的世代，真正将因的性命完全交托给上帝，将因的愿望、将人生的方向放伫上帝遐，一生跟对上帝，真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是咱要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，然后咱要做伙来为着几项代志。